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。今日介紹嘅就係奧米加新西蘭嘅王牌產品護心寶啦。如果你都關注心血管健康，又或者注重骨骼健康，又或者係素食者嘅話咧，呢一款護心寶咧就啱晒你啦。護心寶裏邊咧有白奇亞籽油，佢好特別嘅喎，佢比一般魚油咧有更加高嘅奧米加3啦，亦都有魚油冇嘅奧米加6同埋奧米加9添。而三者結合咧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啦。而白奇亞籽油裏邊嘅抗氧化成分咧，仲能夠保護心臟嘅細胞啦，改善高血壓問題添。佢仲有好多健康功效㗎，譬如可以維護關節骨骼健康啦，支持大腦功能發展啦，又可以維護秀髮啦、肌膚啦、指甲嘅健康添，仲可以保持身體能量水平。平時呢一個護心寶咧，佢嘅價錢係328嘅。而我哋嘅健康爆覽期間，仲有更加多優惠同埋豐富嘅禮品添，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有興趣朋友可以喺展會期間嚟到我哋嘅攤位 L01A 多啲了解啊！約定你哋到時見。